大家好啊，我係祖兒媽。今日我好想同大家分享我製作嗰本《我的升級日誌》嘅使用方法。我相信大家手頭上已經收到實物，事不宜遲，我哋馬上開始。我需要強調一點，呢本並唔係懲罰你同小朋友寫錯題嘅一本罰抄本，而係屬於個人嘅打怪獸升級秘笈。只要跟住3個核心嘅步驟，你會發現減滅錯題係可以咁有成就感㗎。一開始，我想講下乜嘢係我的升級日誌。呢本係個人制定嘅盲點清單。需要知道每個人錯嘅題目都唔會係完全一樣嘅。喺街買到嘅補充練習係俾所有人唔分 level 咁去做。而呢本升級日誌就係為你小朋友度身訂造嘅保底計劃。佢嘅3大核心功用包括精準減負、拒絕題海，即係話考試之前我哋唔好再開本新嘅練習去做，反而我哋要針對性咁溫翻我的升級日誌，利用80-20嘅法則，利用20% 關鍵修正去解決80% 嘅失分漏洞。2. 打破思維定勢嘅格局。人嘅大腦係有慣性嘅，錯過嘅題目如果唔刻意去糾正，下次考試嘅時候見到都係同一樣錯。我哋而家就係要刻意咁寫低佢，寫翻一個啱嘅答案係點嘅。第3，將挫敗感轉為成就感，睇住錯題一條一條咁填滿咗星星過關，讓小朋友明白到錯誤等於升級嘅機會，從而建立佢哋強大嘅學習自信。依家嚟到第2部分，點樣用我的升級日誌？首先，我哋要填上最基本嘅資料啦，科目、日期。填知識點係重要㗎，例如呢個係分數，呢個係關於四則運算、past tense、修辭手法，因為有清楚嘅分類，先可以方便日後精準咁溫習。跟住就係盲點分析，即係話分析點解錯，係咪 concept 未清楚？係咪做數學嘅時候列錯式？又或者粗心大意，進錯咗位，退錯咗位？又或者係其他嘅原因？我根本未睇明白個題目問乜嘢。盲點分析係一個好重要嘅學習過程，係需要小朋友自己去檢視，自己去主動覺察，自己去了解自己。到重溫次數，每完成一次就可以填滿1粒星星。我哋可以運用遺忘曲線嘅複雜方法。Day 1就係第一次寫喺我的升級日誌上邊。Day 2就係一個快速嘅溫習重點方法，即係話小朋友可以自己講得出嗰個學習重點就得㗎喇。Day 7揞住正確嘅答案再做一次，如果 OK 嘅話就可以做爸爸媽媽出嘅挑戰題㗎喇。跟住就到考試之前做最後一次溫習。我自己嘅做法就係完成第3或者第4次嘅時候，就會俾一個獎勵貼紙，肯定佢哋嘅努力同埋成果。我的升級日誌今次嘅內頁係用咗淺色小方格設計，其實我係諗住迎合唔同嘅科目需要，例如數學科方便位置嘅對齊，或者畫幾何圖形，或者中文科可以用9宮格嘅書寫方法。之後就係輪到題目欄。我都知道而家坊間好多嘅方法去編翻原本嘅錯題，可以去除筆跡，但有時我都會懶惰嘅，咁就會用手抄一次錯題。接住落嚟就係解題過程。喺呢個框框入邊，小朋友係需要好完整有邏輯咁寫翻解題嘅步驟。呢個步驟係非常重要，因為係重塑大腦嘅思維路徑，真係確保下次唔會犯同樣嘅錯誤。跟住落嚟就係到挑戰題嘅部分，點樣先可以知道小朋友係咪真係通咗明咗呢？就係靠呢一個部分啦。我哋可以出翻相類似嘅題目去測試下佢哋。如果小朋友都可以成功答對，證明佢已經掌握咗呢個知識點啦。寫咗落日誌簿嘅嘢唔代表已經完成，記得要重複溫習啊，咁先可以將短期嘅記憶變成長期嘅記憶。大家喺訂日誌嘅時候，我都會隨補附送一版貼紙。其實嗰一版貼紙正就係一個好好嘅遮擋卡。
當你喺 Day 7重溫嘅時候，遮住答案重新做一次，咁就可以輕鬆溫咗一次㗎喇。當小朋友成功完成咗挑戰題，我哋好應該親手幫佢哋貼上獎勵嘅貼紙，唔好睇笑啲少少嘅儀式感，其實係可以帶嚟大大嘅成就感同埋推動力。好快就嚟到第3部分，我想分享一下錯誤嘅示範，等大家都唔好咁易中招。第一，當日誌本變成咗罰抄本，麻木咁抄到靚一靚，根本唔係我的升級日誌嘅原意嚟㗎。我哋真係要用腦仔去思考，去反思點解當時會錯咗，而而家正確嘅思路又係點？呢一切都比罰抄嚟得重要。第二，將本日誌變成咗雜貨鋪，即係話唔理37、21，逢親習作啊、測驗、考試有交叉嘅就塞入去。例如答案抄漏咗一隻字，或者計數抄漏咗個0字，都要塞入去。其實呢一切已經違背咗精準減負呢個核心嘅功用㗎啦。第三，已經好 perfect 咁記錄喺日誌本上邊啦，但就唔複雜，咁就完全忽略咗間隔複雜嘅效果啦。第四，爸爸媽媽化身為專業秘書，即係乜嘢都同小朋友包辦晒，所以佢哋根本唔需要用腦仔，參與度亦都唔高，所以成個升級嘅過程冇歸屬感，亦都冇成功感。嚟到最後，我俾大家嘅結語係：錯誤並唔係失敗，而係大腦真正升級嘅開始。只要我哋 step by step 跟住之前嘅步驟，逐步去做，就已經踏上成功嘅階梯之上。我哋一齊努力加油啦！